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自古以来就被誉为人间天堂，而西湖则是杭州的明珠，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湖泊之一。漫步在西湖边，感受着湖光的波光粼粼，欣赏着四周的美景，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享受。在西湖漫步的过程中，我们当然还要品尝当地的美食。杭州的美食以清淡、精致、口感细腻著称。如果品尝美食，当然要去楼外楼。我们现在在杭州的西湖边漫步，就是在前往楼外楼的路上。这荷花啊，好，知道啊。多人吗？这是不是的？
没整好，这咋回事？关了。上了上了。我打算在网上看一下你们。但是我感觉你衣服不太行。他自己出钱了，他要考 ABCD 等过去。对。正好你俩看出来。都不如那次。我只是说这个景色是挺。在九寨沟确实是挺漂亮。挺像的，挺像的。应该上那面走。那是苏堤吧？三潭映月就是那走一带啊，到现在只知道3个字，还没开过。这个是吗？这个是吗？都穿的都是那种非常好像是。西冷夜市应该是这个。你看瞅一眼上马街。先去订桌。OK， 走，快，马西，李东华，快去订桌，快去订，姑娘，先去订。楼上满了，得排队取号了，大概30分钟左右。行，来。上2楼。在哪儿取号？啊，就是楼上外面那个，快去取号。嗯。还取号啊？你在这照吧。天哪，这不如那块儿，这得排。行，就在外面，在里面。啊，那你一走到外面越坐越冷，没事。你拿号码吧。好。
杭州西湖漫步是一次难忘的体验，在这里，我领略了西湖的宁静与美丽，品尝了当地的美食，了解了杭州的历史和文化，同时，我们也结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，一起分享着旅游的快乐和文化的魅力。